的生命连结了做的母语，我心我，那你那爱那亲情。你是我主，我是你生命连结了做的母语。我亲我。
是天国里为你自己。你生命连结了做的母语，我亲我，那你那来那亲像。你是我主，我是你生命连结了做的母语。你生命连结了做的母语，我亲我，那你那来那亲像。你是我主，我是你生命连结了做的母语。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伫做礼拜进前，咱先看咱的手机啊，吼有给换做静音，还是震动，吼。即个咱备办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
恁着学乐耶和华，对天顶学乐耶和华，一悬的所在学乐伊，伊的众使者，恁着学乐伊，伊的众天君啊，恁着学乐伊。即贴咱三角来用圣诗，圣诗27首，圣诗27首。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哪想就哪戆赢。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起生神，听起雷的响声，宇宙充满伊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学乐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学乐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咱三角起立来吟。即点咱三角用主导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咱一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诚实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基督道阴内受苦，顶是个死，安葬到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加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咱三个来启用。今仔要启用的所在，记载哩启用文60篇，启用文60篇，也就是哥林多记载哩哥林多前书13篇。二圣诗的后壁面1107页。
显着咱大家来听。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嘛无你爱，我就亲像做天台，我会叫。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为了解我的父跟我的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仰望，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落来。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咧看，模糊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信、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这点咱三到鸭头来祈祷。一日宝座前的主耶和华，阮伫天里的爸，感谢你赐予阮无限的恩惠，人民的家平安。伫即个圣的主日，阮阁用欢喜的心，阁一届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是阮的主啊，阮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中保守看顾阮一切，互阮得到平安。虽然天气的变化，其实阮有人身躯袂爽快，但是主你的看顾，互阮真紧来恢复健康。阮要感谢你，主啊！阮伫每一天的生活总是会拄着压力，阮恳求主你，互阮有能力来排解。如果若无法度排解的，也恳求主，互阮有智慧来运用。如果阮的智慧也无够的，也恳求主你行神业，为阮所欠缺的来解决。因为圣经记载讲，认捌你的人要倚靠你，因为你无离弃阮找求你的人。主啊，阮有时软弱，毋是阮无够坚强，是阮的信仰无够坚强。阮的天父的爸，阮的主，有时阮的心情忧闷操烦，毋是阮无够喜乐，是阮心中的欠缺，互阮无法度来欢喜。恳求主你为阮抛开阮心中的哀愁，也恳求主你除去阮心中的欲望，互阮有一个无失望的心，有你的引带扶持，互阮有心中有你来充满喜乐。今仔日是台南新人院奉献主日，阮也要为着学校来祈祷，求主互学生有智慧甲温素，伫学习中得到造就，也互学校伫各方面拢会当得到你的供应，成做你的国度来带来荣耀。阮伫天父的爸，阮的主，阮每一个人的人生阶段，阮拢有新的愿望，也恳求主，你将阮的愿望变做祝福，伫主你的安排中赐福互阮，也恳求主伫阮的人生中，用你的话来启发阮，得着主你的恩赐，
因为这拢是主你有美好的安排，愿阮拢有你的眷顾下，会当得到帮助。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下面圣歌题献诗。下面咱三个来看上帝话，今日看的经节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书15章第1节到17节，新约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17节，联合本150页，地位汉语本125页，现代中文译本150页。约翰福音书15章第1节到17节，现着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我是真诶葡萄树，我诶爸是最远诶人。伊若连伫我诶枝无结果子诶，伊就送起来；伊若结果子诶，伊就收互伊清去，互伊结果子搁较济。那恁因为我所甲恁讲诶道理已经清去啦，恁着踮伫我。我也踮伫恁。色素枝无连伫葡萄树，就袂会家己结果子。恁若无踮伫我，也是安尼。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我也踮伫伊个，就结果子济济。因为甲我相离，恁就袂做啥物。人若无踮伫我，就受气煞伫外面亲像
基线高大人捡因迄落火就烧去。恁若踮伫我，我的话踮伫恁。恁若所爱的，恁着求，就要甲恁食。恁结果子济济，就安尼，我的爸得到荣光。也恁要诚做我的学生。我有疼恁，亲像爸有疼我。恁着踮伫我的疼。第10节，恁若守我的诫命，我要踮伫我的疼。亲像我有守我的爸的诫命，踮伫伊的疼。我已经用这会甲恁讲，就互我会欢喜踮伫恁，也互恁会欢喜满满。恁着相疼，亲像我有疼恁。这是我的命令。人为着朋友献性命，疼无有比这个较大的。恁若行我所命令恁的，就是我的朋友。那了后，我无叫恁做奴仆，因为奴仆毋知伊的主人会所行。若是我已经叫恁做朋友，因为我对爸所听见的，拢有甲恁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佮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佮互因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啥物，伊就互因。我用这个命令恁，是要互恁相疼。以上，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咱真欢迎郭南宏同学今日来讲道。伊今摆讲道的题目是连结基督，结好果子。咱请郭同学。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足欢喜会当看到大家有真好的服侍，甲大家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有即款要歹势的时，我台语真正是无练长，有时会讲出台湾国语，请大家多多的见谅。今仔日我代表台南新学院的院长董事会，甲全体教职员工，伫爸上帝的面前，大家侪感谢。总会所属的台南新学院150年的历史的内面，感谢教会伫祈祷中的纪念，因为大家的奉献甲代祷，台南新学院才会当培养出上侪的真实、谦卑的传道者，一起教会甲社会的服侍，将基督救赎的福音传扬出去。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满有恩典甲能力的爸上帝，我满心来感谢你。你用你的圣手的大权能来救赎咱，互阮对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主啊，阮来到主你的面前，只有你独独来仰望你，甲你有好的连结，才会当结出上好的果子来荣耀主。求主恁来甲阮同在。甲是阮要行的道路，伫日常的生活的当中，会当合主你的心意。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今仔日要看的经文，伫约翰福音15章的背景，是发生伫主耶稣要互犹太出卖、公会审判、受定十字架的前一天。也就是受难周的礼拜4之日，主耶稣所讲的话，明仔伊就互送去各各他的山顶，钉死十字架，罪前钉死救主比赛啊！伊为着世人人的罪来死。4天前，主耶稣也骑驴仔，以和平的君王的姿态，入去耶路撒冷城。众人手提棕树枝，衫铺伫涂骹，大声喊：和散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该称赞的。毋捌上教的是，即旦发现即位对上帝兄来的王，
甲伊心内所期待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无共款。反对耶稣的声音，甚至要害死伊的，拢无停困。耶稣最后所交代的话，上重要，也是真实的。今仔日的礼拜，咱就是要来看受难正前的主耶稣，要对现代咱基督门徒讲甚物？身份甲关系的认定。咱耶稣是真葡萄树，咱是葡萄枝。天父是真葡萄树，种葡萄的园主。主耶稣是葡萄园内面的真葡萄树。若是好的葡萄枝，绝对结出上好的葡萄，互园主欢喜。伫葡萄的品种的内面，除去树葡萄以外，一般圣经所讲的葡萄树，伊本身袂结葡萄，只有葡萄枝会结葡萄。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的爸是栽种的人。”天父上帝已经栽种一丛种的葡萄树伫园内，一丛种的葡萄树到底会结出偌济的葡萄，互园主来欢喜？完全要看葡萄枝。为着丰收的快乐，园主会认真的照顾、压水、修剪，等待丰收。主耶稣3年半的传道的生命，伊所传扬真理的道，所行慈悲怜悯的成绩，已经伫黑暗的当中压落上帝国光明的种子。伊已经荣耀上帝的性命。今仔日，伊清知性命就会转去上帝兄，留落来的是咱兄的葡萄枝。临终前的主耶稣所挂念的是，咱兄的葡萄枝有办法伫外邦人的当中做光做强，结出圣性的好果子。伫马太福音书5章16节，伊讲：亲像安尼，恁的光着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荣光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阁讲：恁若结真多的果子，表示恁是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咱会当对经文会当看到，结好果子来归荣光甲上帝，是主耶稣对每一个群对伊的人上大的命令甲期待。咱要来结好的果子，就爱甲咱的真葡萄树亲密的连结。伫马可福音书第9章第20到第7节记载讲，耶稣带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上山，耶稣的形象伫伊的面前熊熊的改变，有代表律法的摩西，甲先知的以利亚显现。门徒享受伫山顶真满足、真快乐。求主互大家就安尼留伫山顶。迄时有一片云甲因搭伫，阁有声音对云出来，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恁着听探伊。只有主耶稣是真的葡萄树，伊是咱唯一的大牧者。除去耶稣以外，袂阁有其他的道路会当到上帝兄。这是圣经真重要的教示。基督门徒的信仰的认定是，独独耶稣是咱的救主。咱亲密连结的，只有主耶稣为咱来定死，只有伊会当洗清去咱的罪。
只有耶稣基督会当引带咱转去天父上帝的面前。任何其他的声音，拢有可能互咱行毋着路。主耶稣佫讲：恁着时常甲我连结，我就时常甲你连结。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连结，嘛是安尼。咱伫教会内面，咱会当看到有少年人伫教会当中真毋接实，真会好师，但是大汉了后就离开教会啊。人真正是足乱糟的，什么时阵无伫基督的内面，离开上帝，伊的生命就袂当结出上帝所欢喜的果子，来荣耀咱的葡萄园的园主。这是这么可惜的事情。伫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一心研究摩西的律法，但是因坚守律法甲传统，赢过真葡萄树的连结，主耶稣的连结，最后竟然甲耶稣掠起来，要审判伊。文道犹大虽然军队伫耶稣的身边3年半，伊听耶稣讲遐尼多的道理，也看到耶稣行遐尼多的神迹，但是伊最后当伊的心离开真葡萄树主耶稣，厝边耶稣的念头就出现了。可见伫基督的内面，甲主有好的连结，是遐尼重要的代志啊！咱会当来思想看卖，咱的生命的内面是毋是甲主耶稣有亲密的连结，也是伫生活的当中脱离一丛真的葡萄树主耶稣，家己煞无知。今仔日的经文对咱来讲是足好的提醒。当咱的生命达至甲主耶稣有亲密的连结，咱所行出来的行为，才会当合主的心意，得到主的欢喜。咱烧奖甲烧掉，审判甲荣耀。伫约翰福音书15章第2节讲。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互伊剪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的果子。葡萄枝上重要的事，就是为着园主结出美好的果子。若是时间到啊，园主要采收的时，煞看到有的葡萄枝。一世人拢毋捌行出甚物好的行为显出来，甚至伊的言语甲行为常常互人绊倒的。主耶稣伫生命的最后提醒咱讲，园主要来，要甲遐个枝仔剪掉，等去火里烧。修剪是针对遐已经结好果子的枝仔，为着互因较丰盛。园主会摕出家刀来用心的来修剪，甲毋好的枝甲叶除去，互伊伫未来当中会当结出上好的果子，互园主来欢喜的丰收快乐。未结果子的枝仔，到迄时上帝要剪掉，等去火里，互火烧掉。这是遐尼坚肃的审判啊！伫咱现在每一天甲耶稣的关系，拢关系到未来审判台前的结果。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甲咱提醒讲：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着行着，毋通动摇，着常常尽力为主做工。因为恁知为着主着活做工的，一定袂落空。尽力做主工，
就是葡萄枝尽力地结出好果子来荣耀上帝。第四，遵行主的道是结好果子的奥秘。伫约翰福音15章12节甲14节讲，亲像我有听恁，恁着相听，这是我的命令。恁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这段的经文的重点是彼此相听是一个命令，伊毋是一个建议。咱会当去学习。去听谈甲关心咱的兄弟姊妹，是每一个甲主连结伫主耶稣内面的枝仔，拢要去做的代志。感谢上帝的是，耶稣伫约翰福音14章16节嘛应允咱讲：我要对爸求，伊会收拾恁另外一位为助者，通甲恁永远伫地。这个为助者就是圣神。若圣伊搁做伊的门徒受差遣的，伊要甲咱同在，帮助咱有能力万民传福音，有能力来彼此相听。当咱软弱的时，有圣神做咱的帮助者，这是遐尼好的代志啊！当咱连结伫主耶稣的内面，伊予咱看到耶稣为着世真人的罪恶，伫十字架顶安尼拍破家己的身躯的疼痛，这是咱会当去学习的。彼此相听是恒主看为最美好的果子。当咱会当彼此相听，上帝的国就临到伫地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真正会当拯救人灵魂、甲丰富人的生命的，就是遵守主耶稣所传的彼此相听的正道。主耶稣是上帝国唯一的真葡萄树，只有咱遵行伊的话，遐会搁连结伫伊，又遵行伊的命令的。主耶稣要认定伊为朋友。这是遐尼大的恩典啊！遵守主耶稣的命令，伫教会甲家庭的当中落实彼此相听，甲基督门徒的生活，搁伫社会当中会当结出上侪好的果子，互世间人会当伫咱的生命的当中看到基督的模样，来荣耀咱的天父上帝。结论来讲，基督的教会就是真葡萄树甲葡萄枝真重要的连接点。基督教会所宣扬基督的真道，实践彼此相听，互相帮赞。伫遮个无安稳的世代当中，传扬主耶稣所授予咱的真的平安，互孤单的人得到丰盛的生命。今仔日教会所欠缺的，毋只是献身的传道者，包括服侍教会音乐的人才，甲社会工作者，每一位基督徒甲传道者的生命，拢是真重要的。最后，耶稣伫约翰福音15章的头前讲：毋是恁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互恁搁证明恁，互恁去结果子。互恁的果子会当永远保存。这段的经文也是咱台南神学院真重要的校训，甲大家来分享甲勉励。恳求大家继续为着台南神学院祈祷、关心甲奉献，嘛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甲咱的真葡萄树有密切连结。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恩典慈悲的爸上帝，阮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的教示，互阮知影甲你连结的重要，嘛是求你来帮助阮，互阮软弱的时，需要主你来帮助的时，
管理的疼痛、甲慈悲、甲关同在。帮掌管每一工，拢会当来亲近你，甲你有好的连接。也帮掌管遵守主你耶稣的命令，伫教会甲家庭的当中会当彼此相听，搁伫社会当中会当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荣耀管的天父上帝。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这是咱会当看一段的影片，是咱台南新学院的请安的影片。以及关心台南新人医的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台南新人医关心台南新人医的兄弟，大家平安。创设到甲今年已经150几档，对过去有真侪人的努力奉献，和这间学校会当继续成长。过去有真侪人的努力奉献。培养传教者加社会福音工作者的一个场所搁一摆甲大家感谢过去的关心、带导加奉献，嘛毋忘将来日子嘛继续得到咱的关心、支持，嘛毋忘带导将来日子嘛继续多谢大家得到咱的关心。也恳求大家，我们能够继续为着台南神学院的需要来祷告。如果有这样的感动，想要来报考台南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来报考。那我们当中有许多的见证，我们有许多的同学，他们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可能已经60、70岁，但是他还是有颗愿意的心。他在年少的时候所向神立定的心志，但是到了渐渐的成长。当他的生命到了结婚娶嫁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像少年时期有这样子单一为神奉献的心，他必须要为着家庭、为着儿女来努力来打拼。但是当他年老了时，
他发现能够服侍神的时间是这么的短，能够为主做工的时间这么的有限，所以他就愿意在退休的时候来读台南神学院，来继续的在人生最后的末尾为着神来大发热心。台南神学院目前提供了许多给教授还有学生很多丰富的资源，我们有图书馆，然后我们居住的环境也非常的舒适，也感谢神，也感谢大家各位弟兄姐妹的供应。目前我们美丽的礼拜堂，还有教室，还有各样的洗年馆、各种教史馆的工程还在陆续进行当中，目前有大量的资金在上面做翻修与整理。预计今年夏天过后，所有的工程会将陆续完成，而这笔庞大建设的费用，是对神学院来说真的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也期许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在基督的爱里，我们彼此的代祷，来关心，来奉献。感谢大家。下面咱三个来，念应答的诗，圣诗538首，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哪准伫天，做上帝护士满心欢喜。救主用宝血洗我清气，当我爱保养，每日学老。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当我爱保养，每日学老，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咱三个起立来念。下面咱要来奉献，请于洋执事甲秋美执事来书献。
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开酒报。你报告进前，再说咱也有新来的朋友，因为我遮无名单吼，确定散会了后，咱会讲留来吼，做伙甲因交陪。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主日为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学校派神研所1年级郭南宏同学新学生来本会请安报告，而且募款本会叶牧师受派到永吉教会请安报告。第二，3月23拜六教会探望，要到虎尾来探望玉兰姊的妈妈已经报名的，3月23迄天一早8点要伫教会集合，开车前往。第三，拜五查经祈祷会要读的是新约以弗所书，咱邀请兄弟姊妹拜五暗有会当拨出时间7点半来参加。第四本会插会班、春季班伫3月甲6月的每月第一礼拜六上午10点，伫礼拜堂上课就由蒋老师来担任教师咱请教会兄弟姊妹来关心带导。第五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甲牧师也是中职来讲来安排。第六，下周是樟树主日题目讲道题目是光荣进入耶路撒冷经文是马可福音11章第11节，圣诗是84首127加398课文是62篇。过来，咱来看倒手边的部分，教会主会活动主日礼拜上午10点圣乐队练唱是主日上午8点45查经祈祷会礼拜五下晡7点半。过来圣港事奉的部分本周交代是素琴节甲平阳乡，插花是梁长老，清扫是玉兰姐。下礼拜讲道叶牧师书花是一样执事，竖琴是牧师娘，领唱是信箱书献我本人甲秋梅执事，交代是小宝姐所听的，插花是张老师，清扫是燕婷姐。顶礼拜出人数甲奉献的部分也有出入的，请咱我也是甲秋梅执事来评鉴过来，咱来看正手边下底部分本周的金句，记载伫约翰福音书15章第5节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一遍。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点伫伊个，就结果子济济。因为到我3年，恁就袂做啥物。咱大家做伙来念。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伊个，伊就结果子济济。因为我到3年，恁就袂做啥物。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也点伫伊个。就结果子济济，因为到我3年，恁就袂做啥物。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5节。咱大家有完这个来互相请安问好。平安，平安，平安。下面咱迄个面对咧有要补充。好，来介绍今仔日咱新来就是我们布兰龙同学的爸爸妈妈。太太，拢是高雄大寮的，咱家嘛有大树在大树啦专工起来嘛哇，真感动真欢迎今日过来嘛爱介绍咱虽然姐。
第二个是联谊啊。丢了。哦，最开始你来哦，我对啦。讲华语吼，今仔无事交讲台啦吼，所以今仔日咱郭同学是咱遮做来跟咱面对遮介绍吼，欢迎你来。下面咱来吟圣诗来领受上帝祝福甲差遣。圣诗第400首，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恁同在，愿主仁爱甲恁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福你心神得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叹，亲像长流活水，伫蒙雾黑暗暝看起主的光。唱煞了后，咱请郭兰红同学来做咱的闭会的祈祷。咱做伙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甲咱常常伫地，得到世代的保证。阿免。